1983年4月初2，国卫大使张大千因为心脏无力不幸来过身。虽然经过我们医师的急救，用各种方法来挽救，那么但是呢，还是没有效果。这位卫单大师享受85岁，以破目山水为特殊风格，以美丽珍贵形式永留人间。2004年4月初2，在木栅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正式开幕，内面的动物是有够多，有非法走私的水鸡，嘛有互人单调的蛇，要一只爱6000万块保育类的象龟，有照顾因的工作人员有够无用。两栖类跟爬虫类，它们因为习性有很大的差异，光它们吃的食物蔬果类就有20几种之多。今麦这座野生动物的收容中心，同款伫进行生态甲教育宣导的工作，为环境生态贡献心力。